白龍船的時間啊，嘛是遊選票的時間。來看高雄市長選舉要參選的羅水龍、郭智溫，今仔日攏來到這個白龍船的這個場所來拼看賣啊，什麼人較有人氣啊？高雄市長陳其邁，他們分別代表能力出來選後一屆市長的郭智溫甲羅水龍，一人徛一邊，和民眾做伙暖身。因為今年這屆的龍舟比賽連未要開始。5月7日，高雄林橫傳統的龍舟比賽佇今仔日開幕，郭智溫甲羅水龍攏有到現場，因為一舉一動也備受關注。台頂的郭智溫甲陳其邁是有講有笑，話題若像講袂了。羅水龍是後來才做伙開講，坐佇陳其邁的邊仔，甲念條條。熱情甲民眾做伙翕相啊，手頂頂，也一路替選手加油讚聲，看起來真親切。我想我們就照着我們的既有的節奏走。那因為過去有10年市府的經驗，10年立委的經驗，爭取了6000多億的建設，那我們對高雄非常的熟悉了哈。那我們就照着我們的節奏，穩健的前進。我們相信高雄、台灣一定都會更好。龍舟，我們過去4年每年都有來，這是我們傳統的活動哦，所以我們每一次都會來跟所有的參賽選手來打招呼，所以這就是我們高雄的日常，沒有因為選戰然後就變得不一樣，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根據我們自己的腳步，然後呢就是穩健的往前行，然後呢也是隨時跟鄉親來做互動，然後大家好好的就是把這個高雄大家的建設、大家的想法都把它完整。選戰步步進逼，5日這連假，羅水龍甲郭智溫共場拼爭氣，攏講一切照家己的步調，針對年底選戰攏有信心。